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我係嚟自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嘅陳靜怡同學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談一個看似簡單但卻影響深遠嘅主題——禮。從古至今，禮一直係中華文化最重要嘅培育部分。佢唔單止係外在嘅規矩，更加係一個人嘅內在核心。孔子曾說：不學禮，無以立。一個人若不懂禮，就難以喺社會上立足。但禮究竟係乜嘢呢？佢唔單止係表面上嘅客套，而係由內心出發對人嘅尊重及修養。佢影響我哋嘅言行舉止，更加塑造我哋嘅思考方式。喺社會交往中，禮最直接嘅表現就係我哋如何對待他人。例如喺聚會又或者接待客人嘅時候，最基本嘅禮節包括對長輩、上司使用敬稱，注意自己嘅言行舉止，與人交談時聲量適中，語氣柔和，避免粗魯又或者打斷他人講嘢。呢啲都係禮嘅表面功夫，但係真正嘅禮應該更進一步。即使我哋與人意見不同，亦都可以尊重對方嘅睇法，不攻擊、不貶低。禮係讓人感覺到被重視，而唔係被逼遵守規則。然而，禮最真實嘅考驗唔喺外邊，而喺家庭。我哋常對外人客氣，卻對家人失去耐心。但其實對待父母嘅態度係最能體現一個人嘅禮。你是否願意聆聽父母嘅意見同建議呢？即使佢哋嘅想法同你唔一樣。喺家人發生矛盾嘅時候，是否願意以包容嘅態度去溝通，而非爭吵？照顧父母嘅時候，係出於責任定係發自內心嘅關懷呢？《論語》中有一段話：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呢句話嘅意思係，父母在世時，我哋應以禮節侍奉佢哋；離世後，也應該用禮節安葬祭拜佢哋。禮與孝密不可分。然而，真正嘅孝順並唔係做俾其他人睇，而係發自內心嘅珍惜以及尊敬。好多人以為禮就係遵守規矩，但其實禮嘅最高境界係不求回報，不為讚賞。如果你對其他人好係為咗其他人誇讚你有禮貌、有教養，咁呢個並唔係真正嘅禮。如果你對父母孝順係因為驚其他人話你不孝，咁呢個亦都唔係真正嘅禮。真正嘅禮係從心底自然流露嘅尊重與關懷，佢係唔打斷其他人講嘢嘅耐心，係接納唔同觀點嘅包容，係對父母無條件嘅愛，更係對待每一個人嘅真誠。各位，禮唔係祝福，而係一種讓自己與他人更和諧相處嘅智慧。佢由家庭開始延伸到社會，最終成為一個人嘅品格。當禮由心而發，我哋嘅一言一行自然會帶給他人溫暖以及尊重。最後，我想用一句話總結：禮者敬人也，敬人者人行敬之。讓我哋一齊從心出發，實踐真正嘅禮。多謝大家。